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对，台南爱读书真的好有趣。那你想不想要知道它更多有趣的内容？当然想。好，那你跟我来，找给你看。我跟你说，台南爱读册节目啊，它其实有非常多，就是介绍台南的艺文啊、人文、艺术，然后还有像是跟建筑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。然后我们分成大概6个单元，就是我们有小抄，阅读心扉，也阅读生活艺术、建筑、阅读宝贝、行到他方、60代阅读跟阅读生啊。然后这里面就是介绍非常多，像是可能是台南的一些艺术家，或是可能作家、建筑师，或者可能是来台湾就是长居的外国人，这些都有。对，所以就东西非常的丰富哦。如果你对台南也很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就是上去我们的网站看。对。那姐姐在制作节目的时候，是对哪一集，或是在拍摄有什么你有兴趣，或是你有印象深刻的事情？对。我们节目之前有去到，就是在七股的鸟屋工作室，他是艺术家鸟屋长他的，就是一个算是私人的工作领域。那个地方非常大，它不是很像一般艺术家，就是只有租一层就是一个工作室这样，它是一整个园区都是他的工作室。是不是呢？对，但很厉害，就是他那边里面可以就是他像那个杨大哥，他很喜欢办活动，他可能就会找朋友来他做工作室那边，就是一起吃个饭，然后办音乐会什么的。然后他主要是雕塑家，对，他就是做了很多很难是可能比较知名的一些装置艺术，这些都是，就是有时候可能在校园里面，或者是在可能一些博物馆、美术馆会看到他的作品。原来那这么好看的节目是要在哪里才能看得到呢？在哪里吗？我们节目现在的话呢，就是在我们的 YT YouTube 上面就可以看得到，对，然后就可以打开爱打字，大概这个地方，打开爱打字就可以看得到。好的，应该就这样了。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上去看哦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对，开启小铃铛。没错。3、2，姐姐台南爱读册的再一次，你就直接讲啊，对啊，我在剪。直接说就是台南，因为我刚刚是我把你招过来，就还是我直接跟你说，所以说台南爱读册，有点像强迫推销的。好，这样比较好玩。热情的人。好。